小溪洪台红头树灾情真严重哦，政府嘛已经有派人去抢修。最今仔有一个50多人的志工团体，嘛去协助红头树，有经学校摒扫，望讲伫11号会当互学生啊，回去学校上课。最后第6天，国军第2作战区的官兵继续伫南市4间小学甲1间中学斗相共整理学校，让学生伫假期结束会当转来上课。因为营养午餐爱用水用电，所以会设临时中央厨房。校园的动线都已经畅通了，但是我们学校的深水马达坏掉，所以目前是停水当中。11号应该可以正常上课。今天跟明天再拼拼看，能不能让我们的厨房可以勉强的来运作。国境连假也过2天，学校关进度直咧整理，需要真侪人斗3天。即马本岛的民众有50人组成志工团来到南市，斗3天整理放弃铁皮树加清粪扫，让学生会当转来上课。岛上的奥多拜出租店生意也歹做啊，100台奥多拜免费提供给志工使用，民众志工最近合作进行再后复原。因为我们认为，就是国小生他们还小，他们可能没有这个恢复这么好的恢复能力。这是很严重啊，所以我们也是还有这个能力，我就出点心力这样子。南市对外交通主要是靠船，即马是拢停挖旧港，开完港的沉船即马也搁伫咧河。希望伫这2天会当甲航道清洗，恢复正常的航班，让更加侪人会当到南市来斗3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